为什么要2张？对我来讲 MD 啊，MD 原因啊，要2种没完全够用哈。假如要抢董事总统来说明咯，也给相片。啊，像我这个人讲吼，我哋会做连接器的。那青铜影对于连接器唔係乜嘅東西。哦，一上到連接器，特別是講啊，一定係紅海啊，紅海郭台銘特別做旋鈕啊，連接器係乜嘅東西？唔係乜嘅東西。然後對於一般人來講啊，很陌生啊，哈。其實連接器啲 N 嘅成分種哦，無所不在。哦，你睇他去講，他當然最重要嘅東西係乜嘅？數機嘅，你要數機係冇連接器，裡面唔會停通。咁嗰個也相片，你知道相片是數機嘅，砸開來，你看而家當杯嗬，一個都係鏡頭，佢鏡頭，鏡頭下邊你看佢而家蜈蟲嘅要嘛，像蜈蚣蟲嘅應該要，蜈蚣蟲嘅，該咪係連接器，該很精密的連接器，它需要很多的青銅的這個比較精密的製程去完成的模具啦、組裝工序啦，樣樣來的，所以你會懂到這些東西。然後你的很多的訊號的連接是會扣緊，還某些東西，你要數給是冇用。給連接意思都係訊號的連接。訊號要讓它串通，從特別是講嘛，從2條路嘛，哈，你過一直看它過一條河巴。也某一條橋，是唔會過嘛嗬？你底下啲台北去高雄，唔可以要幾多條河吧？要過幾多條橋？係冇人是冚埋佢嘅，係啊，會對到嘛？也過唔去，一天係容易，係啊，所以連接器我哋比成分種設計，你看到路嘅橋咁樣嘅，所以你喺成分動到東西都有連接器，那個一種照片係 notebook。筆記型電腦，你大頭來看，你看你這個大鍵盤，個訊號，你在大鍵盤，個訊號有冇接到個螢幕當冇去？螢幕會啲打 A 就會出來。係啊，你 A 打出來，你個要啲人螢幕當會呈現，個一定有東西傳過去嘛，也是給它訊號嘛，所以佢們係有懂得電子零件，當然還會透過一些界面還連接器的連接，這樣就會大概訊號傳過去嘛。而家都是這種都人哋用數機錄數機嘛，嗬，唔會想過我要來做一啲地杯嘛嘅人權，唔會頭擺圖數係圖嘛嘅，錄圖也有關。都係機械，人個成長的年代，嘟嘟會講總統嘟嘟在建國的年代嘛，哈，10大建設嘛，哈，工業報國啦，周星馳社會上充滿的就是工業報國啊，像董東影，該他時節的黑上映，周星馳工業報國，他抖嘛，哈，某像嘛該發起的東西，他抖，你看之後10大建設開始還有秦祥林，還有做個麼這個10大建設高速公路的建設的工程師沒有去天上啊？係哦，你冇人講啊，該係懂些，還沒聽人講誒。